因为我们的建筑是921大地震之前的，然后政府呢在这一个防震系数上面是有提高的，所以我们之前的建物以现在的法规，它的耐震系数是不足的，所以它要求我们要在这个方面加强补强。所以可是这样子的建筑经费金额是蛮庞大的，等于是我们1年的那个营运的经费，所以我们邀请社会大众来帮忙。那刚好这市政府呢也在这中间呢很极力的帮助我们引进社会企业来帮忙。随后一直中心行政大楼建筑老旧，内情能力不符现行规定，在去年收到市府公文限期改善，若无就要连续处分，甚至还有可能被限令停用。市长因为摕节省社会局协助向中央争取经费补助，并呼吁社会大众响应捐款。双虹股份有限公司15日特别捐赠10万块，由随后一直中心董事长林杰兰代表接收。市长也特别关心说社会局这边怎么样去协助来配合我们我们这边瑞福这边如何去协助他们去做得更好。那我想说这个部分呢，事实上在政府部门的话也很不好意思说，在整个预算上他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法定的一个支出。但是呢，在每一个社会资源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尽力的、不遗余力的来共同来努力。我们像结合我们李董事长，还有其他的这些包括社团国际社团，共同来共襄盛举。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它真的经费上非常的困窘因为中央这边对这边呢，又因为这个土地是属国有非私有，所以在补助上又有所限制。所以我刚才跟主教跟报告就是说，在整个政府部门上，确实是在预算上没有办法完成事宜，但是它确实是帮我们社会福利做很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没有做到的事情。所以说，站在市府的立场上，我们一定要竭尽所能的去结合社会资源来共同来协助。我想这个都是基本上瑞福的事情，因为这等于市府的事情。也等于我们整个台南市的社会福利，整个大众的社会福利的工作的事情，所以我想在这里特别要感谢我们林主教以外，也要感谢我们李董事长跟李会长他们，将来大家共同的来做这一块。日前我们从社会局的得到说，我们瑞福需要耐震补强的这个经费那我们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在筹备要来捐款了那因为祥宏股份有限公司，它经营都会新贵电视购物，那我们有日虎的家电品牌啦，还有循序一些健康食品。其实我们的宗旨就是为了给顾客带来更健康、更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对于公益，虽然我们是台南在地、安平在地的企业，虽然我们规模不大啦，那不过我们做爱心一直都是不落人后啦。那在我们能力范围内，我们都尽量希望来做得更好，让社会更美好啦，这是我们的一个宗旨。那其实我们一点点付出是不如我们的主教李主任，你们在这边对最弱势的付出跟努力，才是我们真正敬佩的。中心表示，虽然募资的目标已经达成，但是近来因为通膨，烦恼开工了后所需要费用将超过2600万，因此目前由原持续募款当中。未来整件工程伫完工了后，若是有剩的款项，一定会向社会大众交代善款运用情形。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